國家氣象局發布極端高溫預警，北加州今個星期將會迎來今年首輪極端高溫天氣。灣區同埋 Central Valley 地區多地氣溫將會突破100度。高溫預警將會喺星期五上晝11點生效。預計星期五同星期六將會係今個星期最熱嘅兩日。北灣同南灣嘅氣溫預計將會升至90幾度至到100幾度。東灣內陸地區嘅氣溫可能達到105度。Central Valley 地區受影響最為嚴重。Sacramento、Stockton 同埋 Redding 等地氣溫可能飆升至110度，或打破5月歷史紀錄。死亡谷國家公園星期六預計達到118度，將創下舊年9月以嚟最高溫。與此同時，受海洋氣流影響，三藩市同屋崙將會免受極端高溫嘅影響。星期五氣溫保持80幾度，星期六則降至70幾度。呢一次高溫天氣預計持續至星期六夜間，星期日開始逐步回落。呢個係北加州自舊年10月以嚟最強嘅熱浪。氣象局呼籲民眾做好防暑準備。由於人體尚未適應夏季條件，早期高溫對人類健康嘅影響極大。當局建議市民喺下晝2點到5點唔應該直接暴露喺陽光之下，注意補水同降溫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